大家好啊！又翻嚟武藝會 channel 節目《香港武林口述歷史》，我陳公子咧將會繼續為大家聲音導航講述香港武林。之前咧同大家介紹過南拳啊，提及過詠春同詠春啊，詠春都曾經成為過多部電影嘅主題嘅，自然多人識啦。但唔知家對詠春嘅認識又有幾深呢？好啦，今集主要嘅資料繼續係嚟自明州城市系列嘅香港武林啊。開始之前，麻煩大家點讚、訂閱、分享俾你身邊嘅武林好友，同埋撳埋個啷啷咧，咁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武藝會嘅最新資訊啦。喺呢條片下邊留言話俾我知，你有冇打棍，又打乜嘢棍法啊？喺南拳入邊，好似蔡李佛、詠春、佛家、南螳螂、龍形、白眉呢啲，全部都喺香港揾到佢哋傳承嘅足跡。而當中詠春同詠春兩個門派嘅淵源呢，一直都眾說紛紜，冇個定論。喺戰後嚟到香港嘅葉問啦，同埋佢個仔葉準啦，喺香港延續咗詠春武術啦，仲推廣到海外好多地方。但係大眾未必知道嘅係，有一位詠春宗師鄧奕，亦都喺50年代嚟咗香港，一直喺香港生活，仲憑住祖傳嘅6點半棍，俾武林中人讚佢係一代棍王啊！但係因為種種原因呢，佢祖傳嘅詠春拳呢，一度差啲失傳啊！根據一篇喺70年代新武俠雜誌刊登叫做《詠春棍王》嘅文章講到話，佛山詠春拳同詠春拳係同源異流。雖然家陣唔夠詠春拳咁興旺，但係都有過唔少高人。可惜詠春拳啲人呢，唔係隱世就係做醫生。自從其中一名代表人物朱仲文過咗身之後，碩果僅存嘅老前輩就剩翻6點半棍王鄧奕啦。以上喺新武俠副主編許海瑜啦，筆名念佛山人當年寫到嘅內容。嗰陣時被叫做一代棍王嘅鄧奕仲依然健在。鄧奕1910年喺南海出世，1991年喺鄉下南海小塘過身。1979年到1980年嗰段時間呢，鄧奕曾經口述過詠春嘅淵源，佢老豆鄧算點學武功同埋喺香港收徒弟嘅事蹟。仲叫佢徒弟鄺澤昌同陳海旋錄音記低，又用簡單嘅8米厘錄影機影低佢詠春樁拳同埋6點半棍法示範。睇嚟佢係有心想喺有生之年將詠春嘅武藝精髓保留落嚟。呢啲錄音同埋錄像片段呢，家陣呢就儲存喺佢個侄孫鄧崇柏手上，而鄧崇柏呢亦都曾經跟鄧奕學藝噶啦。呢啲舊嘅錄音同埋錄像呢，算係為鄧奕留低咗最後嘅片段啦。據鄧崇柏師傅講，喺鄧奕生前係叫佢八公，因為鄧奕排行第8。鄧崇柏嘅老豆雖然大過鄧奕幾歲，但係論輩分係鄧奕嘅堂仔，所以侄孫鄧崇柏專稱鄧奕做八公咁啊。仲曾經親口同佢講啦，話詠春尤其係6點半棍一直好少人知啊。鄧崇柏話八公要佢幫手留住詠春拳，話係好嘢嚟嘅，唔好嘥。鄧奕對祖傳落嚟嘅棍法咧有份自豪。聽翻鄧奕嘅口述錄音，佢講嘅係帶有傳統南海口音嘅廣東話。佢講述咗鄧氏詠春拳嘅來源，話佢太公鄧本喺清遠飛來寺跟少林至善禪師學嘢，之後咧傳俾後人鄧就、鄧樸同鄧算。佢仲詳細回顧咗佢老豆鄧算嘅事蹟，話鄧算雖然有練武，但係都有讀書，仲考過清末科舉試。而鄧奕係佢繼室馮氏生嘅仔，佢原配盧姓已經生咗6個女啊。馮氏就係湖南人，本身亦係一名拳師個女，都識武術。嚟到佛山賣武嗰陣，同鄧算結識啊。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嗰陣，鄧算曾經因為同鄉人有田地糾紛而嚟香港暫避呢，最初只係諗住經過香港去南洋啦，揾當地同鄉兄弟謀生。點知無意中又遇到南海同鄉，於是就喺香港教詠春拳為生啦。佢當時教徒弟嘅地方就係喺中環蘭桂坊同埋安理9號後座。之後鄧算俾當時支持孫中山革命嘅廣州警察廳廳長陳景華邀請，去咗廣州做300個警察嘅武術教官，先至由香港翻內地。陳景華咧亦都因此調解咗鄧算喺鄉下嘅糾紛，等佢可以平平安安翻鄉下。1913年咧，陳景華咧喺討伐袁世凱嘅2次革命失敗之後咧，俾袁氏親信龍濟光喺觀音山殺咗。鄧算亦都再次避走香港啦。
鄧奕形容啊，當時老豆急急腳走難啊，淨係記得帶住毛氈同埋面盤啊，衫褲都冇幾件更新啊。嚟到之後咧，都係繼續教拳為生啊，仲曾經喺嗰陣時中環九如坊嘅戲院度表演武術。而喺香港嗰段時間咧，18歲嘅鄧奕亦都曾經代老豆教徒弟，一直到佢30歲左右咧，老豆先至過身啊。鄧奕係喺1947年自己一個隻身由佛山嚟香港。當時咧，鄧奕嘅事蹟咧，亦可以從佢晚年一直喺香港照顧佢嘅孫女回憶度追溯到鄧女士話打日本仔嗰陣生活好艱苦。鄧奕有一日離家外出啊，佢老婆出街揾佢嗰陣撞到日軍，被欺凌之下反抗，卒之俾日軍即場斬頭。而當時咧，只有2歲大嘅兒子就親眼見到阿媽俾人殺死，之後更加俾親戚拐咗去博羅，一直冇晒消息。經歷家庭慘變之後嘅鄧奕，好快就自己一個人嚟香港謀生，終身都冇再娶老婆。到咗1967年呢，佢嘅親戚先至喺無意中喺內地嘅大字報度發現鄧奕個仔嘅消息啊。而兩仔爺重逢嗰陣呢，已經係1980年啦。因為唔敢返鄉下，兩個人淨係可以喺廣州白雲賓館團聚。咁嗰陣時位咧，鄧奕嘅孫女鄧女士都已經大個嘅，仲喺1988年申請嚟香港定居，同佢阿爺團聚。但係咧，佢老豆咧始終都冇嚟香港，淨係得佢一個照顧年紀大嘅鄧奕。一直到鄧奕1991年過身之前呢，都係同孫女鄧女士住喺鄧松柏老豆喺旺角運動場道嘅單位度，仲喺呢間屋入邊嘅走馬騎樓教過唔少徒弟。戰後鄧奕嚟到香港，本來想學門手藝為生，聽講啊最初諗住學做裁縫，之後先至搬去大德蘭教拳。嗰陣時唔少練武嘅人都會喺大德蘭度切磋。喺生活壓力之下呢，鄧奕靠教武術換取住嘅地方同生活費。嗰陣時嘅油麻地大德蘭仲係屬於雞鴨欄啊，一直到1965年政府先至將雞鴨欄同菜欄搬去長沙灣，先變成家陣見到嘅水果欄。而家想揾翻以前嘅足跡都唔易，但係喺現時嘅果欄度仲保留咗大德蘭舊嘅金漆牌匾。聽隔籬個果欄檔主講，以前個欄入邊咧有個練武用嘅木人樁，之後先至俾人拆咗啦。所以家陣個牌匾嘅位置咧，好大機會就係以前鄧奕教徒弟嘅地方啦。嗰陣時嘅鄧奕都係自己一個人住喺大德蘭嘅閣仔入邊，可以想象到生活好清苦。喺新武俠雜誌《詠春棍王》嗰篇文章就話到，1960年嗰陣，著名戲劇家林家聲嘅老豆林尚榮，因為好欣賞鄧奕嘅詠春拳棍，就同鄧奕商量去彌敦道佢嗰間戲劇社教劇藝社啲藝員，教咗幾年都有幾個徒弟學得唔錯。過咗幾年呢，呢間劇社又因為拆遷嘅關係，結果只可以停辦。鄧奕亦都從此之後都冇再公開教拳，淨係揀啲天資好、有品性好嘅師底下教啊。當中包括陳凱旋啦，同埋好中意功夫嘅大學畢業生鄺澤昌。可惜後者之後因為交通意外過咗身。根據1968年開始同鄧奕學詠春拳同棍法嘅鄧松柏講，八公一生對傳授武藝都好小心謹慎嘅。一嚟因為佢老豆鄧算曾經因為同鄉人發生田產糾紛，搞到有人喺打交嗰陣意外死咗，一度要避走香港；二嚟呢，佢好多兄弟姊妹都養唔大，為咗避免因果報應落到下一代身上。加上當時大部分練武嘅人呢都唔會靠教拳揾食，所以對教拳呢唔係咁熱衷。佢嚟香港初期呢曾經教過2個徒弟，其中一個呢係之後金盆洗手嘅社團人士謝金，另一個徒弟又病死咗。可能八公心裏有顧忌，覺得唔係好兆頭，所以唔係咁想教人。佢之後嘅徒弟都係啲唔會隨便出街惹事嘅人啊，有啲屋企背景比較有錢，又或者係讀書人啊。鄧松柏老豆同鄧奕年紀差唔多，2個人一齊嚟香港，關係好親密。雖然係叔侄，但係好似兄弟咁。所以佢個親阿哥都跟鄧奕學拳。嗰陣時，鄧松柏已經18歲。到咗嗰陣時咧，鄧奕咧可能覺得真係要認真揾人傳授，而且受家族觀念影響，所以咧就想喺族中咧揾人傳承。其實當時鄧奕咧仲未到60歲，雖然唔夠40-50歲嗰陣巔峰狀態，
但係棍法依然好犀利嘅。鄧崇柏記得啦，佢當時學拳呢，冇同八公進行正式嘅拜師儀式，只不過係喺屋企食完飯之後輕輕鬆鬆咁練下拳。而佢一開始學嘅係拳法。詠春拳同一般拳法唔同嘅係，其他拳法比較有嚴謹嘅結構，詠春呢就偏重心法。根據八公嘅講法咧，係至善禪師喺火燒少林之後避難到廣東，因為怕收留佢嘅人冇辦法對抗熟習少林拳法嘅清廷高手，所以以法收功嘅目的係喺危急嗰陣時咧有能力自救。加上佢嘅徒弟咧主要係身材比較矮小嘅廣東人啦，拳法咧都係靠身體或者手踭去控制嘅。而至善和尚教人呢，亦都會因材施教，對唔同地方嘅人呢會有唔同教法。詠春拳之後咧，又叫做十一手拳嘅基本心法咧，都喺晒十一手入邊啊。另外仲有雙弓。詠春拳咧本身冇乜馬步啦，就係比較適合喺狹窄環境下進行嘅，活動性比較低嘅。而雙弓就係將拳法變做步法。另外仲有樁拳同埋6點半棍法，一共4樣嘢。鄧崇柏形容詠春拳法唔在於招式外露好睇嘅，而係好似自衛術咁啊，唔會主動攻擊，目的係喺短距離內救命自衛。所以啲招式好狠辣，好易失控，唔係好啱後生仔脾氣盛嘅人。佢自己都係喺之後練咗太極拳之後，先至領悟到詠春深層嘅精髓。鄧崇柏話練咗咁多年拳，就越感覺到詠春偏向內家拳，所以嗰陣時咧有南太極嘅稱呼。無論步法定係心法都有啲似唔識太極啊，但係馬步窄啲，因為搏擊嗰陣時咧，多數會用短距離而唔係長距離，咁樣會好啲。據鄧奕形容咧，同一套拳法可以有地、水、火、風4種唔同嘅表達方式。地就係基本，水就係柔，火就係發勁，風就係節奏。鄧崇柏甚至覺得風就係無影無形，用內氣嚟打都係功夫嘅最高道行。能夠喺唔同層次去鍛煉自己，借力打力，因應環境需要去應付，對工作對人嘅修養都有幫助。練拳咧可以令一個人嘅意志咧更堅強。好多時候性格決定命運。雖然鄧奕由佢老豆鄧算道承傳咗詠春武藝，但佢喺錄音度就話過，老豆冇留低乜嘢財產俾佢，最寶貴嘅淨係功夫可以強健身體，仲俾佢賴以為生啊！如果老豆留俾佢嘅淨係錢財，可能好快會使晒，從此過住窮困嘅生活。鄧奕講呢番說話嗰陣，流露出佢本人安分平和嘅性格，唔係以耀武揚威為練功目的。鄧崇柏都認同呢個講法，記憶中八公為人好平和，可能都因為呢個原因，佢冇乜點積極主動咁去發揚詠春。要知道喺嗰個年代，想發揚拳法，一定要訓練徒弟出街打先至叫做揚名立萬。但鄧奕心入邊一直有個心結啊。雖然曾經訓練過2個好好嘅徒弟，到佢哋大個嗰陣，其中一個又患癌死咗，佢心入邊都可能覺得詠春拳太狠，容易傷人，所以一直都冇放盡，淨係教一啲為咗興趣唔係靠功夫揾食嘅人呢。一路陪住鄧奕喺香港過晚年嘅孫女鄧女士回憶起鄧奕喺香港嘅最後時光。鄧女士自述到自己初初由鄉下嚟香港嗰陣啊，諗住去酒樓度做嘢，希望可以揾多啲錢幫補屋企。但係阿爺鄧奕唔中意佢喺酒樓做嘢，嫌啲人品複雜。之後咧，經朋友咧介紹咗去到機場做嘢。鄧女士講到，雖然有徒弟上門學功夫，但係鄧奕就冇規定收幾多學費，大家都開開心心，學費隨便俾就算啦。練完功夫一齊去茶樓飲下茶，佢就好開心。佢仲成日話自己孤身一人啦，揾幾多錢點過都冇所謂，心態其實好淡薄啦。之後鄧奕老師傅患咗老人痴呆症，鄧女士就算懷孕嗰陣返工時得1個鐘頭空檔食晏晝，都由機場返屋企照顧佢。佢仲話要見到鄧女士生埋 B 之後先至返鄉下。果然到鄧女士生咗之後，鄧奕就返咗鄉下，1個月後就過咗身。佢臨走前成日話見到死鬼老婆，堅持要返鄉下，話自己係個出家之人，唔肯喺香港過身，思想都仲係好念舊嘅。講完鄧奕老師傅嘅故事呢，當然啦，要同大家介紹下詠春嘅6點半棍法啦。
六點半棍係中國南方嘅著名棍法啦，屬於單頭棍一類啦，曾經喺嶺南各地流行。經過我哋初步研究，六點半棍係一門跨門派嘅棍法。過去幾年，中華國術總會喺珠三角地區探訪過幾個鄉村武館，平均都係喺晚清至民國嗰陣成立嘅，其中包括台山至江門一帶嘅幾個鎮武館分館，屬少林佛家。另外，鬥門荔山村嘅武館係佛家拳，仲有南海佛山一帶嘅詠春館，以至近年已經比較少見嘅詠春派。嶺南武術家林世榮先生喺1936年出版嘅《公字伏虎拳道》都有記載，話六點半棍曾經喺戲班同紅船流行過。家陣喺香港保留得最完整嘅六點半棍，其中有詠春、詠春兩個系統。喺棍法嘅結構上咧，兩者有好多共同點，但係技術上咧各自有唔同嘅表達方式㗎。詠春六點半棍包含咗6個半主要動作，包括前絲、抽、彈、剔、割、槍，重複每一節一共6下，動作再變化。而棍法以大髀做支點，就係詠春六點半棍嘅特色，要用到全身嘅勁度，而唔係淨係用手力。鄧奕嗰陣時用嘅木棍啊，係由種實過昆點木嘅金筆整成，專登由印尼訂做，好實淨。但係鄧奕老師傅舞動起嚟又異常輕巧，睇得出佢造詣好深。所謂前絲係用棍打半圓形，纏住對手嘅棍，所以淨係計半下。絲咧就係快速一下打落去，令到對手甩棍。抽係由下而上，打下陰或者頸部啊。而彈咧就係一落就起，打完即收。剔好似釣魚咁向下咧，專門攻對手膝頭哥。力度全部集中喺棍嘅末端，到練到百發中時，甚至可以中一個蘋果或者一粒荔枝。可想而知啊，對膝頭哥嘅殺傷力。割咧就同絲就好接近啦，但係幅度長少少啦，一樣可以令對手甩棍啊。最後咧係槍啊，每一次打槍棍咧都要借助成個身體發力，所以咧要先坐低變4平馬，等成個身體嘅力量咧由棍度發出，而唔係淨係用手力嘅，即係所謂嘅十字勁。鄧松柏回憶話，八公嘅武藝係由細個開始培養，聽講細個嗰陣要玩完先至有早餐食。就算年紀大咗，佢腰馬有幾直同埋吊腳嘅高度，都可以睇得出佢從小練功夫嘅成績。當佢耍起沉重嘅金筆棍時，仲試過打斷對手堅硬嘅金筆棍，力到棍尾嘅功力唔使講都知啊！今集香港武林口述歷史就嚟到呢度先。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就俾一個 like 我，同埋分享俾你嘅武林好友啦。又或者你對武林有咩睇法同埋見解，都歡迎喺下面留言。香港武林呢，仲有好多趣事軼事，欲知後事如何，記得訂閱，且聽我下集分解。